总算落雨了，梨山的果农是欢喜甲袂顾哩，讲这真正是黄金雨。台中德基水库貯水量剩6%，安尼等到昨，总算落雨啊。但是进流量也是无够，也毋过这已经互梨山的果农真欢喜了，因为这个地叶当咧布芽，果树嘛当咧开花。这个雨为透早6点落到尾暗6点，落12点钟落无停。 果农讲，这个雨都袂输是黄金雨，对农作物真有帮助。梨山人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从早上6点多下到现在都没有停止。梨山落雨啊，雨水泡伫咧果子树，农民有够欢喜的。我们这里的农民在讲，就像下黄金一样。 农民讲，雨为22号下午6点开始，落到下晡6点，12点钟拢是中级雨量。雪梨落30号，对果子农来讲，落雨对农作物真重要。因为刚好那个果树正在开花，茶叶也正在萌芽，这一波的雨对这些农作物是非常极度的重要。这摆落雨，德基水库的水量嘛变多。德基水库 也在清淤。在下雨，对我们德基的进水量是要增加了。现在积极跟水利署他们联系，今天开始我们在执行这个人工造雨。水利署已经伫咧高关水库和天伦水库设定做好的设备，因为德基水库欠水量刚存6%，要增加雨量，让水库进水，就要趁即马。帮他看一下上面石头。 梨山落雨，土石震动，雨山铺地落石头落来，万提市附近的民众和农民，若经过山路，要特别注意安全。